歡迎你返嚟，呢度係蘇太靜語，慢一啲，靈魂先至跟得上。喺呢一段聲音入邊，你只需要靜靜咁樣停落嚟。我係 Tara， 今日呢一集對應雙螺旋之書靈魂故事嘅第一道光，我哋會一齊行入一個你可能早就已經忘記嘅記憶。嗰個唔係你肉身嘅誕生，而係你靈魂第一次由源頭分出嘅一刻。但係今日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先簡單咁講下喺呢一個聲音旅程係點樣開始嘅呢？你而家收聽緊嘅唔單止係一段 podcast， 而係雙螺旋之書同步而行嘅聲音回顧。雙螺旋之書係一份靈魂同地球記憶嘅平衡記錄，分成兩大部分，一係光之故事，講嘅係我哋靈魂回家嘅路。另一個就係地球隱密秘密，揭示我哋所生活其中嘅世界係如何被編排同封印嘅呢？而呢一系列嘅 podcast 將會交錯釋出，每次一個章節，每集對應一個書寫嘅能量節點，唔係朗讀，而係一場聽見與被聽見嘅召喚。所以你唔需要先閱讀過嗰一章，你先至聽得明。因為喺你靈魂入邊，其實早就已經知道呢一切。而家我哋開始啦。喺所有嘅問題之前，你曾經係一道光。喺你成為小朋友、成為戀人、成為療癒者、成為工作者之前，你曾經係一團靜靜嘅光，唔需要努力，亦都唔需要解釋。你只係喺嗰度，好似星雲入邊第一個嘅閃動。嗰一刻，你冇問題，亦都冇目標，你只係感受到你想由靜態成為一種流動。呢一個就係你靈魂旅程嘅起點。你唔係因為業力而嚟，亦都唔係因為被考驗，更加唔係因為做功課。你係因為愛，因為好奇，因為願望創造而嚟。源頭並唔會派任務，係只會邀請。你或者都聽過好多關於使命嘅講法，但真正來自源頭嘅召喚，從來都唔係你要完成啲乜嘢，而係你願唔願意去體驗更多嘅你呢？嗰時嘅你回望住仲未形成嘅地球，你睇到嘅係黑暗，睇到嘅係混沌，睇到嘅係未知。但你冇退後，只係輕輕咁講咗一句：俾我去啦。你唔係被推落嚟，你係自願跳入嚟㗎。你都唔係嚟學做光，你係嚟記得你曾經就係光。好多人以為我哋嚟地球係為咗學識愛、學識慈悲，但靈魂嘅本質從來都唔係學習，而係回想。當你感覺迷失、孤單、懷疑自己，咁唔係你做錯咗啲乜嘢，而係你暫時忘記咗你係由邊度而嚟。你唔係由恐懼度嚟，你係由愛嗰度嚟。你唔係被拋落嚟，你係由最自由嘅光入邊自願下潛。而你而家正正就處於開始記得嘅時刻。跟住我哋落嚟會做一個靜心嘅練習，想象我哋翻返去源頭嗰一刻。而家請你合埋眼，或者坐喺一個安靜嘅地方，我哋一齊嚟做3個深呼吸。每一次嘅呼吸都會將你帶得更遠、更遠，亦都更近、更近，遠離混亂，更接近你嘅喜悅。第一次吸氣。想象你吸入嚟嘅唔係空氣，而係一種光，來自你靈魂最初嘅地方。呼氣，放低嗰啲唔屬於你嘅人設同角色。第二次吸氣，你翻返去嗰個銀白色嘅圓心入邊，仲未有語言。亦都冇時間，
道光擴展到去你成個心口。第3次吸氣，你聽到一句由你心入邊浮現出嚟嘅說話，並唔係你諗出嚟，係你靈魂對你自己講㗎。靜靜咁聽下佢講緊啲乜嘢。如果你仲未聽到，都唔緊要。有時候靈魂嘅語言唔係字句，可能只係一種感覺，一種溫暖，一種莫名嘅寧靜。你只要喺呢片靜物入邊容許自己存在，靈魂就會明白你已經回應緊佢啦。呢個就係你嘅回聲，你唔係揾光，而係你就係光。你唔係地球人，你係嚟到地球嘅光之旅人。你唔係呢度嘅人，你係嚟過呢度嘅光。而你選擇留低，選擇穿越一切，唔係因為你習慣痛苦，而係因為你記得愛。你正喺度回憶緊你係邊個，呢一個就係你嘅旅程，唔係修行，唔係完成，而係翻嚟做翻你自己。我哋只係希望，如果呢一刻你仍然難過，仍然唔明白自己點解會喺呢度，你可以知道一件事。一切並唔係被編寫，一切都仍然由你選擇。你唔係被逼進入呢個人生，亦都唔係俾人抌入某個安排入邊。每一刻你都仍然有選擇嘅權利。由你個心改變嗰一刻，頻率就會跟住改變。環境未必會即刻變得更好，但你會開始知道，你唔係被安排，你係嚟選擇。今日你唔需要去理解點解你咁敏感、咁溫柔，你只係需要記得你本來就係光。如果你願意相信你係光，今日你會做啲咩唔同嘅選擇呢？你啱啱收聽緊嘅係蘇太靜語，慢一啲，靈魂先至會跟得上。我係 Tyra， 呢一集對應雙羅說之書光嘅故事嘅第1章。下一集我哋會返去地球，睇下呢個世界真正隱藏嘅秘密。